蘇格蘭威士忌咧，成日會睇到佢哋嘅酒廠嘅品牌都係用 Glen 嚟做開頭。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威士忌係咪蘇格蘭嘅先至叫正宗咧？咁威士忌嘅第二日係咪真係特別容易頭痛咧？各位 Starman 嘅朋友，大家好！英聚酒藏第2集，又係我張英 Cherry。咁咧上一集咧就帶大家簡單快捷咧咁去認識咗究竟威士忌嘅來源啦，威士忌係乜嘢嚟啦，同埋威士忌嘅基本資訊嘅。咁木桶咧喺威士忌嘅生產入面咧，佢係輔助住一個非常重要嘅功能，就係輔助住佢熟成啦。酒體咧，當注入咗木桶嘅時候咧，就係靠住時間去同佢陳年啦。咁木桶咧就會同酒體一齊相互揮發，除咗賦予佢顏色同埋風味之外咧，唔同嘅木桶嘅大細啦、材質啦，同埋佢前身嘅酒精輔助個啤酒咧，亦都會深深咁樣影響威士忌日後嘅發展嘅噃。咁最普遍常見嘅咧，一定係波本桶啦，咁同埋近年大熱嘅雪梨桶。咁今日咧，我就會用桶唔同嘅種類同埋大細咧，帶大家深入一啲去了解究竟木桶對於威士忌嘅影響同埋變化嘅噃。咁按照蘇格蘭政府嘅威士忌法案咧，所有嘅蘇格蘭威士忌咧必須喺容量唔超過700 litre 嘅木桶入面咧熟成超過3年，先可以成為一支蘇格蘭威士忌嘅。咁700 litre 係一個咩嘅概念咧？咁其實咧700 litre呢一個木桶咧係足夠放到一個成年人入去㗎。一般市場上咧最常見大容量嘅桶款咧就會係650 litre 嘅葡萄牙嘅馬德拉酒同埋砵酒嘅。咁顧名思義啦，佢哋嘅前身咧就喺葡萄牙咧釀製呢兩種相關嘅甜品酒，咁跟住就再 ship 到去蘇格蘭嘅時候釀做威士忌嘅喎。咁跟住再落去咧，第二個 size 咧就會係470至500 litre 嘅雪梨筆同埋 Punch 啦。呢兩個桶款咧，咁其實一般喺蘇格蘭嘅威士忌我哋都常見，尤其咧大家非常喜愛嘅多納廠啦。咁呢兩款桶款咧都係佢哋享負盛名嘅。咁再落去啦，就會係300 litre 嘅法國干邑 Berry 桶啦。咁顧名思義啦，佢前身咧就喺法國嗰度製作干邑啦，咁跟住先轉過嚟蘇格蘭俾威士忌進行呢個熟成嘅。第4款咧係250 litre 嘅豬頭桶 Hogshead，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蘇格蘭威士忌入邊咧使用得最頻繁同埋普遍嘅桶款嚟嘅。咁有法國嘅干邑桶，當然亦都有法國最出名嘅紅酒桶啦。咁紅酒桶嘅容量咧一般係225 litre 嘅，咁佢前身咧當然亦都係喺法國入邊釀造過紅酒之後，先至再轉過嚟蘇格蘭嗰邊做威士忌嘅。咁因為225 litre 呢個木桶嘅容量咧係法國波爾多咧佢哋一個 market norm 非常普遍使用嘅 size， 咁所以咧一般咧佢哋都會原裝咁樣送過去蘇格蘭嗰度俾威士忌繼續去使用嘅。好啦，咁頭先講咗咁多咧，都係講緊話，哇！大家聽到600 litre 啦、500 litre 啦、300 litre 啦，都係一啲比較容量相對大。咁但係其實喺威士忌熟成入面咧，都有好多細 size 嘅桶嘅喎，譬如200 litre 嘅 barrel 啦，同埋125 litre 嘅 quarter cask 嘅。Quarter cask 呢個名係點嚟咧？咁其實佢嘅容量咧，正就係一隻 sherry 筆除開四分之一，咁所以咧顧名思義就得到 quarter cask 呢個名啦。咁 quarter cask 嘅特性咧就係 size 細啦，咁相對咧變咗個酒體同埋個木頭咧接觸面咧就非常之寬闊，亦都令到熟成嘅速度會加快嘅。咁所以一般咧好多而家日本嘅新嘅酒廠咧，佢哋都會將一啲新嘅 new make 桶啦賣俾啲零售客戶咧，佢哋都係選用 quarter cask，就係貪佢哋容量細啦，客戶可以最後咧攞到嘅酒其實都可能係100幾十支，咁比較切合咧零售客戶佢哋嘅需求嘅。蘇格蘭政府規定咧就話，所有嘅蘇格蘭威士忌必須喺橡木桶入面進行熟成啦。咁但係大家都可能都好奇怪，點解一定要橡木咧？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咧古人啦有幾百年嘅經驗累積得出嚟嘅結果。咁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木材咧，佢哋曾經都試過去進行呢個熟成嘅過程啦。咁包括可能係松木啦、杉木咁樣。咁但係咧橡木咧，因為佢嘅表現咧，無論喺延伸性啦、防水性啦，同埋陳年嘅效果上面咧，橡木咧都係最 outstanding 嘅表現嚟㗎。咁同時咧，橡木嘅供應咧，亦都係比較多同埋穩定㗎，令到咧佢哋可以保證到生產唔會受到延誤影響嘅。咁而歐洲咧唔同酒類嘅酒廠咧，佢哋主要咧都會使用翻係歐洲嘅橡木 European oak 去進行呢個酒類嘅生產嘅。咁原因咧係因為佢哋嘅木材咧相對會比較多嘅單寧，味道層次又會比較豐富啲嘅。咁其實咧有一款咧亞洲區嘅橡木桶咧喺過去10年咧非常之享負盛名嘅，就係日本嘅水油桶啦。咁水油桶咧佢個風味產出嘅特性咧就係非常之東方禪意嘅，檀香啦、線香啦、森林啦，甚至係帶一啲椰子嘅花果味嘅。咁水油桶咧，但係佢個特性，雖然佢木質係好堅硬，但係咧佢密度好低，咁令到咧喺熟成嘅過程嘅時候咧，佢個揮發度係非常之高㗎。咁所以咧一啲高年份嘅水油桶咧，其實嘅製作咧係非常之珍貴㗎。咁好似咧我今日帶嚟呢支咧，咁啊山崎嘅1979年嘅29年水油桶啦。咁啊呢支係我自己非常之珍愛嘅珍藏之一嚟㗎。咁佢總數生產咧，其實總數只係得294瓶。咁但係大家可以想象下啦，咁喺29年嘅熟成過程之中咧，喺一個咁高揮發度嘅水油桶入面咧，其實佢個無論
喺嗰個酒體入面啦，同埋佢嗰個儲存嘅方法啦，同埋個照顧咧，其實都係好花心思嘅。咁所以咧，譬如一啲呢啲高年份嘅水油桶咧，一啲瓶裝價咧，咁其實喺市場上咧，而家已經大約係去到50幾萬一支㗎啦。嗱，咁當然水油桶咧就唔係傳統威士忌熟成嘅選擇，咁但係咧其實佢嘅出現咧都有少少政治嘅原因嘅喎。咁因為2次大戰之後咧，日本咧受到全球嘅經濟封鎖啦，咁佢哋當地嘅酒廠咧就冇辦法喺美國同埋歐洲進口橡木入去進行呢個熟成，咁但係點算呢？咁唯有咧喺自己嘅國家揾其他嘅木材嚟進行取替啦。咁俾佢哋喺北面咧北海道咧就發現到水油木咧呢一個原來咧都可以做到一個平替嘅選擇。咁點知咧到最後咧出嚟熟成嘅效果咧，甚至係喜出望外嘅。咁剛才啦，我哋討論過啦，就係有關桶嘅大小同埋唔同嘅木質啦。咁其實咧，桶嘅大細咧，對於熟成嘅過程咧，都係一個幾大影響嚟嘅喎。因為其實呢個都係簡單嘅物理嘅問題嚟嘅啫。咁好似剛才提到嘅500 litre 嘅 Sherry Butt 啦，咁一個咁大嘅桶，當然啦，酒體同埋木頭咧嘅接觸面相對比較少嘅時候咧，佢需要熟成嘅時間係比較長嘅。咁但係咧，相對地咧，佢嘅表現咧，亦都會比較 elegant 同埋綺麗嘅。咁相對地啦，細嘅桶好似 Quarter Cask 咁樣啦，因為佢嘅酒體咧同埋木頭嘅接觸面比較大啊，咁所以佢熟成速度會快，風味亦都會比較濃郁，即係我哋成日講咧比較霸道。咁啊，所以大桶同細桶咧，佢嘅 maturation 咧其實就冇絕對話邊個好同唔好，都係因應翻咧當時市場嘅需要同埋口味啦。嗱，咁頭先講完木桶對於威士忌咧有咁多嘅影響啦，咁但係其實威士忌嘅味道咧，除咗木桶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喎，譬如佢嘅原材料啦，譬如佢嘅發酵過程啦、蒸餾嘅方法啦、儲存嘅地方啦，咁都會對佢影響嘅。咁但係大家一定會有一個非常之有興趣嘅問題，咁點解會有啲古怪嘅味道，譬如泥煤煙燻同埋保濟丸咧？好啦，首先第一，我哋要知道乜嘢係泥煤。咁其實泥煤咧係一種土壤嚟㗎，咁佢係一個碳化程度最低嘅碳原型啦。咁一般威士忌嘅生產咧，我哋喺大麥發芽咧之後咧，送去 washing 同埋送去發酵之前咧，咁需要將大麥發芽呢個過程停止嘅。咁蒸餾廠咧就會靠燃燒呢啲泥煤啦，咁而帶出呢個味道去到大麥嗰度。咁而大麥之後咧，再進行咧其他嘅蒸餾過程嘅時候咧，都會一路持續帶住一種泥煤煙燻嘅風味啦。咁全球咧有咁多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威士忌廠啦，咁佢哋嘅蒸餾同埋生產方法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差異性嘅喎。咁譬如蘇格蘭啦，咁佢哋原材料咧一般會使用係麥芽嘅大麥，進行2次或者3次嘅蒸餾過程。咁佢嘅特色咧就係相對個複雜性會比較強，味道亦都會比較濃烈㗎。咁而愛爾蘭咧，佢哋直情係呢個蘇格蘭啦，隔離姊妹嘅地區啦。咁啊，愛爾蘭咧，佢一般咧都會使用3次蒸餾嘅方法。咁好處咧就係會比較順滑啦，會比較容易飲啦。咁但係咧，佢嘅壞處咧就係變咗複雜程度冇咁高。咁所以佢嘅價格咧相對會比較低啲嘅。咁而去到彼岸啦，北美洲嘅美國啦，咁佢哋嘅波本威士忌咧，一般咧係會使用超過51% 嘅玉米，即係粟米啊，咁去進行呢個生產嘅。咁因為咧美國嘅消耗量大啦，咁佢哋咧就選擇咗會使用呢個連續蒸餾器嘅方式咧去提高生產量㗎。咁而一般咧波本嘅威士忌咧，佢哋嘅酒風咧就係會比較好似爆谷啊，好甜嘅焦糖啦，同埋一啲比較轟烈嘅味道嚟嘅。咁而嚟到我哋亞洲區啦，我哋講一講日本啦。咁日本嘅威士忌風格咧，一向都係師承於蘇格蘭嘅。咁佢哋都係大部分採用咧 pot still 嘅蒸餾嘅技術啦。咁同埋咧，佢哋嘅發酵嘅都會時間係比較長。咁另外啦，因為日本咧，佢哋都好多自己本土原材料，好似剛才提過水油桶呢啲木材啦。咁所以咧，佢嘅酒風咧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東方嘅特色，譬如話講檀香啊、森林嘅味道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喺市場上佢好受歡迎嘅原因嚟嘅。咁當然啦，威士忌咧係一個單獨享受程度好高嘅酒類項目啦。咁但係其實威士忌咧都好適宜去配搭唔同嘅食物嘅喎。咁因為咧威士忌佢嘅酒精度高啦，同埋味道比較濃郁咧，好多時大家都會建議就係咩咧，就會係有一啲燒烤過嘅肉類啦，譬如牛扒啊或者羊架咁樣。咁啊，亦都有一啲會帶住海鹽風格嘅威士忌，譬如北面嘅 Talisker 咁樣啦。咁其實咧佢哋好適宜咧配搭就係咩咧，海鮮同埋生蠔。咁啲鬼佬咧有時候咧都會倒少少威士忌咧落去生蠔度咧，連埋啲海水，連埋隻蠔一齊啜嘅。咁另外一啲咧，相對比較甜味重嘅威士忌，譬如雪梨桶啊，或者啤酒桶咁樣啦，咁大家就會建議話食一啲譬如黑朱古力啊、果仁啊，或者甚至係啲蛋糕咁樣去做一個 pairing 嘅。咁我自己個人而言咧，就有一個比較 unique 奇特嘅配搭咧，就係泥煤嘅威士忌配潮州滷水啦。因為咧泥煤嘅威士忌咧，一般都係比較味道比較強烈啦。咁我覺得咧配搭到潮州滷水，尤其咧一啲油脂感重嘅部分，譬如內臟啦、潤啊、腸啊咁樣，我覺得咧兩個味道咧係神奇地天作之合嘅。Stylman 嘅朋友仔，如果平日咧你有啲乜嘢喜歡嘅食材同威士忌一齊配搭嘅咧，不妨喺留言度話俾我哋聽，或者喺未來嘅日子咧，我哋都可以試下搞下 food pairing 啊。
好啦，咁最後又嚟到 MythBuster 嘅時候啦。咁啊，今日我哋又揀3個題材出嚟，一齊去拆解佢啦。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威士忌係咪蘇格蘭嘅先至叫正宗咧？咁我會形容嘅比喻咧就好似飲紅酒咁啦。咁當然大家就覺得話一定係法國啦，一定係波爾多啦，呢啲先係最正宗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新世界嘅酒咧，亦都表現好唔錯嘅喎。咁去翻威士忌咧，其實情況都一樣嘅，冇話蘇格蘭嘅先至係叫最正宗。咁好多其他唔同地方，譬如我哋亞洲區嘅日本啦、台灣啦，其實都有好多喜出望外嘅表現嘅。咁另外第二個迷思啦，大家喺蘇格蘭威士忌咧成日會睇到佢哋嘅酒廠嘅品牌都係用 Glen 嚟做開頭，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好多人咧都誤解咗，以為 Glen 咧就係等於係威士忌喎。咁其實咧 Glen 咧喺蘇格蘭蓋爾語入面咧，佢係代表山谷。咁點解會咁多酒廠、咁多品牌咧都會選擇用 Glen 去做開頭咧？咁因為咧 back to 翻以前嘅歷史啦，百幾年前啦，咁好多時佢哋酒廠咧，佢要揀一個地方去就係做開始一個酒廠嘅生產，咁佢一定咧係要揀水源呢個為之重要啦。咁而好多嘅水源咧亦都係山谷上面嘅，咁所以咧有好多過百年嘅資歷嘅蒸餾廠啦，佢哋都會選擇咗用 Glen 呢個地方嘅名字咧去做佢哋嘅品牌嘅。咁嚟到今日咧最後一個迷思啦，咁亦都係咧近來我去中國咧國內出差嘅時候咧，經常有啲朋友仔同我講：哎呀唔中意飲威士忌啊，因為覺得第二日好頭痛啊。咁其實飲威士忌第二日係咪真係特別容易頭痛嘅咧？係絕對唔係嘅。咁任何酒精類咧，只要你服用咧超過咗你身體能夠承受嘅容量咧，咁都一定會頭痛嘅，因為脫水啊嘛。咁所以咧，無論係威士忌又好啦，其他任何酒類都好啦，最緊要係適量飲酒，享受過程就好啦。好啦，又再一次多謝大家睇到呢個部分。咁咧，大家中意內容咧，記得 CLS、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咯。咁同上次一樣啦。咁如果大家對威士忌咧有啲咩古靈精怪嘅問題，或者對今集咧有啲咩內容嘅疑問咧，記得喺留言入面話俾我聽，我都好希望咧喺下一集同大家有啲 interaction 嘅。